空橋。快樂的世界，快樂的世主，天好天的故事，會引來祝福。金寶貝和細雜後，如果送伊過來救助，分分你往哪裡走？點錯緊就大空橋。你还要改蔬菜？真现姜，现干那伫孙悟空，反地要入要改洗面。现个讲甲准三太子哟。现将个心机要改，干要塞，也敢讲爱心机要改。好咯，先去拜面先主事。好，哼。哦，李太，迄样子啊，落嚟啊！爱功夫迄袋真形沙武馆出来，爱就迄个师母拢无落嚟啊！有故事，不过鸟飞客，每个分每客，改歹技术。后报书，俺用迄个后家谱，南地七卖无拍讲，听人讲怪舌。甲迄人为细咧就真形沙武术，较早就好武人。真恶深武馆比武，突败过鸟飞客了后，真无法度搁过夏日界武馆铁冠。阿公，迄样子真形沙武术干就名。认为真形沙一从骗人，且台名鼎鼎的阿仙术，无毋错，迄爱主事阿仙术。张良迄个金燕坤好得真厉害。功夫一练换跳，迄柔土拔险毋甘险。金燕坤毋切阿仙术的功夫哟。是啊，世金显阿弟。我就听人讲阿仙术的功夫真厉害，毋过过故事我无了解。阿公，迄毋是阿仙术的故事，较紧讲等下听啊。现啊上头伫阿公一讲得很听。阿仙术本名现做刘炮，出面仙，大家拢尊称鬼阿仙术。生得四眼1792年，升入少林寺号武，铁创功夫金燕坤，艺术也十分的高明。四眼1828年，当时清朝国力歹衰，台湾土匪七真多。威胁出百姓的生活，阿仙术甲昆子来对比势力贡献，就上康七坎大家团结组织，兴盛提求风靡，对付土匪七，搁得贡献开设武馆真形沙，教土势力中大家好武术。毋是干阿干阿仙术对门人的要求真严格。一天学神好文，将要怎啊好武？爱用之间冒犯，练武更少大仙土士哦。那么神了解做人的道理，好神功夫之后，突然甲因上马，
日将番麦甲家丢土匪坑中，重现日将某土士，赤毛合乎阿先师的金烟捆。我无乖乖土士，李太献教我金烟捆好么？电线的新鸡蛋摕倒来养，我将可你。好，是时候献家老开。若将因老开，就好好认真吐士。阿干张良将要交献金烟捆。我对啦，阿公，献娘子，阿先师要干出名，迄玫瑰真接甲因上吗？将要出名遐。拄好拄变，阿先师自认佛仙，无甲因争斗。毋过阿先师名声具头名，大家拢上出头前鬼，柔忍热。钱银啊，又要甲伊输钱，我一睇吼，日银就签钱银hen。才下千言武，只欠亲家困武官的官职。请问迄个阿先师，昨迄刘庙救赢阿先师台名，今日特别落掠抢现指点。亲师傅，好武切美出强身健体，魔术师一战斗确实无输肉。若迄上出现甲我一火气，反面算袂好。我迄上突彼此功夫天，也迄讲阿先师将少林无好不见笑。阿信啊，钱银啊，出去外头，甲门关起来。啊。秦师傅抢亮高楼，阿先师魔字双引，次次手下留情，颠倒千言武，七招突然必杀阿先师。想袂到少林寺的功夫，敢若阿干真当啊心梦。无好相比，点草手卖双火气。毋过既然秦师傅上突见识少林真功夫，按刘庙只好显手咯。阿先师心中柔气，点出金烟困咯。阿先师心中柔气，点出金烟困咯。秦师傅信用啊，阿信，钱银啊，形容之后，显出秦师傅去卡房间歇困，好。喊嘛，秦师傅，我头也真戆，毋是把心我甲迄副的切好，喊，哦，赶紧当作吐露，切切真实在就厉害。
弟都要改师母，我将不将功夫练到甲阿仙师同款。功夫厉害，毛等因口腹心腹，敢咩功夫厉害，七骗不倒。问功夫高强的张良七弟，张良现讲：我的祖师阿仙师做人真好，这个练武功的人那么无敌，功夫搁较高，嘛莫等因尊蠢。所以我的祖师毋是干那武功高。无敌手搁较高，势力人将要干尊蠢鬼。世今迄无干那上突拼命练功夫，嘛有上勇气将要让等因尊蠢。爱弟，我要听迄个说。迄卖个不忙啊，卖上家上离，人将要尊蠢hen。真老气，上门错3个人，大门将1个人。也敢讲，望甲迄人祖谱真切，拢是我的骂人，含迄人祖谱留后，我一边等因打无路人的世主。有时先讲，有时一讲，世主有时无，嘛要做缘响。我娘托做缘响，较无法度，认为缘人能做歹事，讲不改，有钱岂不让做缘响？林真太现日收拾不该厉害人，不让打败李张良么？有一个人一天不让打败李张良啊！迄年啥？迄个师傅。规个徒脚真厉害呀！规七日法度打败李张良啊！哦，现个师傅嫌做不改命，小改一下。俺师傅嫌做害老鹰，害老燕。哦，迄天一级图片，面天一级图片，迄痴心爱莫去图形，老太缘人卖去深鬼。切，死母娘！我是讲俺师傅的名，嫌做害老鹰、害老燕，毋是得面害老鹰。干上拄好，名迄图片，功夫迄土光。俺较紧开枪骨出来，甲因调左后。好，你去请俺师傅。师傅害老鹰，害老燕，有菜么？徒弟，迄个秦师傅就要该输钱。输钱的阿干啊！你该李张良唔上殿，监管徒弟的家内事，含谈钱的起费都唔留定。好，你肯输钱交代师傅，得师傅天报免受。感谢师傅。有太徒输钱嘛，一天不心梗，做出招安社后，大师傅岂不赚太钱？哦，赚太钱，赚太钱。面面牛面落色，色口香糖真好食。切，迄个小朋友也觉得色口香糖、四年糖唔知见笑，那迄个当个让出他人色口香糖，我七头勇气，起码都土匪，强吗？
真气咯，现用之忙哎，土地现公。嘿，师傅，凤妹，我天平甲现讲，我师傅调色口香糖4年糖，数字现得吹出鬼落沙，盐较紧甲花失利，实在日水，金马个紧花失利，后悔我唔敢无拍讲，太土树失利，你会让我土地的面子。那么我今马den土匪，嘿嘿嘿！太啊，我让礼拜万年学点点啊，恁迄电海迄也敢讲，娘子有得怪我。土地天保面受不准的，保面受了后，我脱色调好色的口香糖，也无问题。做错发财就按时候了后，我托本唔送，不该啊，托本更多。唔切买，无爱现银切做没错就按时候。好，唔送切唔送，有钱赚，较将无钱赚，唔送嘛系真多钱。好，钱公天。但现建设一下本山人的厉害。我天二后托付阿仙叔，不关心披萨，托关心披萨真浅，先关心现一家。哦，又个现人，冇错，我这风到发火的风，我这无所所、无怕无烦的无牛。也个让我啉真太，又个迄人三界太歹人，双火甲迄人搞起盐拉晓，你会含双火无坑。你会无坑，强太家撞上反应，害落英真人。乖甲晓交出来，那么卖怪本真人，手下唔留情。死就土现也得了。简单呢啊，害路英害路演，现款款得做歹人，又要甲本事亲量点起来，现侵死。李长良一个对害路英害路演，双方固定本事，两模相用。让我的土气，好！我的土气现天你动没出，出我的土气现手脚无力，哭死么？危险！时今时候，较紧私人切招。阿公，时候金宝贝啊！
西后金宝贝现应该起得。你故事我讲过现万日句，真气咯！后日集要是要解搁较深实的事情发生呢，强供养廖文虎不妥戏，西后金宝贝现七不地。大家好，我是卡秀才。双日集的米菜，日早忙鸡马配煮煮，特色毋是宝骨。电照做生日真签洋错的物件，答案切鸡乱句，毋知现日绕错么？今日搁伫大家就一介米菜，柔日飞梅起，毛球照千里。让人望后日集将搁讲，感谢努力。台一铺，